后来继续来看中英航空的技术工会投票通过，提到合法的罢工权，有可能会伫过年的期间来罢工。有民众担心进前所买的海外不便险是毋是都无理赔了？也有这市场开始咧风声，讲部分的产险公司开始拒绝民众来投保。金管会保险局讲，目前也未真正来罢工。针对海外旅游不便险，保险公司袂使哩拒绝民众来投保。大大细胞行李迎接疫情了后的旅游潮，严格中英航空的技术工会拍拼捍卫自身的路权，已经对组织取得合法的罢工权，部分的旅客都惊会受到影响。就是变成那个理由不便险的不给投保啊，然后也不理赔，这方面的话就没办法去做这个部分啊。他不投保，我们没办法，只能抗议吗？可以抗议吗？免得到时候有很多问题。市场风声讲，有产险公司将组织取得罢工权的这天，看作是降温的开始，继续搁互民众投保旅游不便险，而且组织了后投保的拢无要理赔，敢真正是安尼？我们并没有，因为并不是大家都搭长荣，我们也不会说是限定是长荣旅客，但是他要针对这个项目赔不赔就不一定了。可以保，可是如果他一旦公告的话，那我们也是没有赔啊。如果他明天新闻有出公告，那就是一样也是没有赔啊。OK， 但不会不给保嘛，因为他们只担还是可以保。柜台人员拢强调无拒保，金管会保险局也出面说明，中英工会只是取得合法的罢工权，也未真正罢工，所以对投保旅游不便险无影响，保险公司未当拒保。就算讲未来真正宣布罢工，也未当无赔。除非投保的时阵已经罢工，才会当无赔。提醒要出国的民众，都爱给注意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